維納實拍案例，不講廢話，直接嚟睇片。沙田和風村全屋550尺，簡約風，3個細路嘅溫馨小家。Let's go！簡單介紹下全屋。首先呢，就係呢個入戶鞋櫃，經典嘅吊櫃加地櫃，中間留空設計，隔離換鞋凳可以方便換鞋啦。成個櫃嘅收納空間都大。電視櫃呢邊就要睇下啦，佢係一個經典嘅回字型電視櫃，中間擺電視，四周圍儲物，可以根據屋主嘅需求做一啲儲物櫃同展示櫃，神台位都冇問題。同時佢都係一個間牆櫃，後面間出咗2個兒童房。後邊嘅2個兒童房中間用2個儲物櫃隔開做對稱設計，都係用咗吊櫃加地台嚟增加儲物空間。加上儲物櫃嘅話，收納空間真係好大㗎。翻到客廳可以睇到呢邊做咗一排地櫃嘅，佢可以儲物嘅同時，頂部仲可以當台面用，擺啲小電器啊、水壺呢啲都冇問題。入邊嘅櫥櫃就係 U 型佈局啦。洗廁區、備餐區、烹飪區，沿住3面牆環繞分佈動線十分流暢。出到嚟呢邊就係大仔房啦。大仔房呢邊有個超大嘅 L 型衣櫃，延伸過去就係書台同到頂床頭櫃。2面牆嘅空間一啲都冇浪費，加上地台設計，呢個收納空間乜都裝得落啦。同時都係做咗開放儲物架，擺啲裝飾品提升房間美感都冇問題。咁佢對面嘅主人房呢，因為房間對稱，所以同大仔房係一模一樣嘅，1比1複製。視頻到呢度結束啦。如果你屋企人好多，可以直接揾我哋維納做全屋家私定製。你後台私信我哋啦。